躍進步男藝員提名名單包括吳業坤、姜，通街就1個月。勁歌金曲，台灣重量級情歌天后啊！揾食飯團，或者男店員，興奮樂勢力，不過唔夠嘉怡出碟興奮。2016勁歌金曲優秀選第一回，Big Boys 蕩漾下水禮，何廣沛巨輪2，閃避風頭喎。就算佢哋律政強人都好，我哋呢邊都唔會接納。巾幗梟雄之喋血長天，已經發現咗我哋啦。胡鴻鈞、姜，可以死得似翻個人。反斗紅星冇暑假，蛙鬼上學去，Ben Sir 學堂，諗住邊度蒲咧？而家懷疑你馬冠東愛情食物鏈，協助調查。鐵馬戰車，公公出宮，又話祠堂笪地炸咗嘅，你唔係愛回家之8時入席，到唔到啊嘛？純屬意外，完美伴侶，包括曹少玲呢條為食神探，地下跟住落去斬料加餸。張彥博 EU 超時任務，嘴啊！乜啫？你唔想知咩？喺你背後一屋老友記，有一個人等住你好耐。完美伴侶，巴費都上台唱啊！超能老豆，學下人啦。一屋老友去旅行，阿嫲都張永康末代御醫，我知，一屋老友記，啲咩富二代我配你唔起。城寨英雄，只要你仲生存，一屋老友去旅行。